知影我接受汉帝上位的消息，曾经痛哭失声，这是为什么？哼！你虽然远在临淄，不过你的一举一动，却无法度通瞒过我的面目。你讲，你为什么伫咧哭？敢讲，你是真心中意严寒，或者是故意装模作样，想要得一个中义之名？兄，大汉立休是咱做到，先帝怎有这种高明着你之心呢？伊若安尼，你为什么伫咧哭？兄，先帝感叹自己的身世，在这个不平凡的时代，却生机休息，却默默无语，辜负住当年的先王愿望。原来你是伫咧感叹着你家己无才调做皇帝。兄王，先帝自细都无这款念的。如果你若有这个意念，皇帝都无通啊叫我做阵。兄王啊，兄王的不堪。你事业如意。
时候陪上你，你怎会对伊无倒去？你怎会心中啊无恨意？兄弟的时间啊，本你有心啊，可是我的自家。分的自心啊，求兄的事我谁来处尽？将死的不敢，怨的他人啊。我作弊，并不是亲像恁想的遐尔歹，也不如我家己想的遐尔好。有时阵，我真怀疑我这双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在应该当机立断的时阵，却犹豫不决？自家神龙在世的时阵，最欣赏你的才华，就是练医。哼，也是爱慕你的才华。亲啊，我爱你做一首诗给我。我行7步，在我行7步之内，你将诗吟出来。相信对你来讲并袂为难。起码我就要开始行咯。第一步。第3步，第4步，第6步，知道了，到今落以为家。
哦。你顾我的爱，疼了我的心，现在你总也该满足。我从来都无有啥物无满足。你当然会满足，你不应该，搁有啥物袂满足？因为我已经全心放伊出宫。从今以后，你是不是会当对死心？请你分我，我无法度将伊放袂记。你的爱就是英雄不变。好，我既然了信，我就要成全你。不要，我离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今仔日毋是正经的日子，为什么？何方主凡伊用本尊原理接近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今仔日会遮尔啊认字呢？对了，伊讲要成全我，一定是要将我死死。今仔日就是要互阮母囝见最后一面咯。不要，不要。管理，不要，好好，你有啥？你去把守，若是有人来，赶紧来通知我。是不要，你哪咧哭咧？不要，因为真久无看到你，我太欢喜了，所以我才会流目屎。不要，你是嘛足想你的呢？也毋过哦，父王伊是安怎，哪会拢毋准离神，甲你逐工做伙？伊拢叫我着爱甲迄个郭贵妃做伙呢。母爷，啊你敢是好好咧？啊若无郭贵妃哪会讲你？郭贵妃，伊讲我怎样？阮离，伊讲我安怎样呢？讲你有病，随时会死啦！母爷，这敢真实的心？你敢真是有病心？无对，母爷免搁偌久，就要离开你。母爷，你是无爱你破病，无爱你死。母爷，你是毋甘你。母爷，管理，你已经10岁了，也袂
如果母兄若是吩咐你的话，你会永远记在你的心肝内无？母兄，你讲的话，你是永远都会记的，唔敢袂记的。母兄，你讲啊！愿你啊，为娘的吩咐，你着听分明。句句的言语要记在心胸。为娘知着不知之情，不惊分别在眼前。你对过悔要我思凡事要依从你的父王，日后中来若做了皇上，千万着善待你三叔啊林子王。为什么咧？你甲三叔关的是上亲近啊，孝顺伊亲像孝顺爹亲，处事你要多谨慎。千万着唔通去问他人。母兄，你讲的话，你是已经拢会记的啊。以后，等我若是做皇帝，我一定会友好主见三叔的啦。还阁有，你甲我讲的话，我绝对拢袂去甲别人讲，也嘛袂去问别人哦。对，你是一个真聪明的囡仔。母兄，啊若安尼，你嘛爱答应离信，你莫破病，莫死啦，好无？母兄，我求你答应我啦！你若是死，啊那呢，红儿敢是我母兄嘞？母兄。母兄，婆婆，太子回叫的事情，够啊！歹啦，母兄歹。请太子回宫。歹啦，我要搁甲母兄讲话啦，母兄。太子，妈啦，母兄啦，歹啦。朋友，时辰已经到啊，若耽误殿后晚托，安尼皇上是会生气的。母兄，我不爱转去。母兄，我歹啦，母兄，母兄。莫非太子伊是来是？你是要来看病？皇上马上就赐我死。
上有旨，仪式奉献晚膳，含抽丝用尽，下温。